世界百堂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你可能有注意到，日本在中国发生了一个凶杀案件。不过，日本人即马上关心的是日本的首相在要卖菜，先爱选出因的大总裁，但是狗的太阳是兔剑公，到底倒一个才会当对呢？那可能后第二轮才知影谁是强中强。今仔日4位专家到底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助理教授池凤琴。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当代日本研究协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真特别，是前东京都练马区的区议员，嘛是咱即卖是咱的行政院的顾问Nagasakiさん。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日本观察家，咱的胡哲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胡哲桥。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啦，真正有可能是日本首相的自民党的总裁马仔，可能下晡2-3点就会当投票投出新的人选咯。不过外界咧暗示讲，可能会进入到第2轮的投票。另外，最近因为就日本学生囡仔自中共的亲准叫人抬死，候选人对着中国的态度呢，嘛变得对着选情会增加着变数。观众朋友，可能咱这应该唔是头一届来讲到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选情，是安怎要来讲日本的政党的代志？第一，当然到今为止，甲台湾关系上密切的，除了美国之外，当然就是日本，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总裁选举，这是当然真有可能就是日后的日本的首相。咱即马新的大赛也去赴任咯。咱台湾甲日本的关系会阁继续像过去这8冬才好，未得会阁再进一步吗？还是讲其实是甲美国的关系较有关？这小等咱来讨论。不过要先互观众朋友来了解讲，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总裁的选举因为党员超100，我查这资料超116万票啦，来党员。但是这党员先有这个党员票先选出来代表票368票，加这个国会议员嘛是368票就去投。不过这个头一轮讲爱先扣讲，咱迄摆有讲过。每一个想要选的人，就要先扣这个参议员有甲连署即马看起来9个拢有啦。不过有的看起来，咱就知影讲，这个知名度较少。老师，你先甲咱讲，有的看起来，敢是讲来乱的，还是讲袂使安尼想，毋是来乱的，伊是来参选，可能要累积伊日后的这个政治资本。是老师。是，会当出线这9位会当来参选到这届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其实因背后拢有咱古早讲的叫做因派系支持啦。虽然讲即马已经岸田文雄已经改线啦但因基本上的迄个团体，咱叫做政策集团的这个团体还佫群组还佫伫贵州还佫伫的所以对，虽然是安尼讲因即届要来参选我认为是会当分做2边来看啦一边就是咱即马看起来即个媒体民调咱前3名即个石破佫即马即个高市佫即马小泉因这3个是算讲前3名啦，领先组啦，领先组啦后壁这6位应该是安尼看
因未来吼有一寡少年的有机会，譬如讲小林英姿啦，吼，无搁一寡即个咱叫老班的啦吼，譬如讲茂木敏充啦吼，还是讲林邦正啦吼，这个人，其实因后回要搁选的机会，咱老实讲年岁也有啊啦，吼，政治人物上惊的吼，我咧讲的叫做两件代志啦，一个代志叫伊的年岁啦，一个叫健康啦。即马若选落去，有可能是这头前这3名其中会产生一名出来，吼。问题是，若按照自民党的迄个党籍规定来讲，一任3年啦，所以若无选到这，还搁等3年啦。若年岁较有的，搁等3年，万不伊若搁连任咧，吼，搁会当连任一次。所以这人生最后一战所以石破茂伊就讲一届啊。伊讲我这是我上尾一阵啊吼，虽然以前咧讲，已经选第5届已经选5届啊，对，已经选5届啊，所以这嘛真趣味这个人啊吼，但是伊一定有伊想要做的代志啦吼，但是5届拢选无掉，大家看会出来，伊可能党内的人员唔是足好的。但是不可奇怪咧，我想日本的这个群众哦，真爱搞怪这个人咧。我观察是安尼啦吼，你看伊的党员票，头拄啊，咱的迄个电视也有看到吼，伊的党员票、党友票吼，其实是算pretty悬哦，吼，佮赢过迄个高市啦，吼，但是伊的党内的国会议员票吼，安怎拢摇袂起来，吼，我感觉这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像就即届迄个岸田文雄吼，伊是安怎改善即个派系。都是因为因的政治资金的问题啦。那咱要讲的叫做募款参会即个参款的钱啦，金流啦，金流啦吼，可能有一寡无好势所在，所以当然岸田文雄可能早伊就想要解决照着即个名义来啦吼，但是石破茂，你看都算讲伊有即届的改善，但是伊咧党友票无代志，我咧想，我咧观察伊。伊可能是这个咱拢叫做金流的问题。伊保护啊真重。金流的问题无介重，拄啊好，凡事是应该爱安尼看。但是咱咧看高市哦，高市即届看起来是后来居上，但是伊的连署人吼，20个人14个是安倍派哦。安倍派内底有13个是有这金流的问题咧，对，所以这是伊的一个隐忧啦。就是讲明仔载选举是毋是有法度出线？其实这嘛是日本社会会观察的一个重点啦吼。小泉的部分吼，是因为伊算讲少年，但是伊算优秀，家世也好，因老爸是小泉。但我看媒体真济啊，个经体，我看伊推特顶头，个经体足济咧。对，但是。咱顶礼拜你会记，顶礼拜因老爸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又出来讲，你嘛足趣味的讲哦，你还未50岁尔哦，你搁伤少年啦，你无你就改投别人，你即届意思讲即届卖出来选。老爸安尼。但是我即摆要讲的是，因老爸看的方向是对的，安怎讲对？咱必须爱看，就是讲日本社会吼。比较起来，阁是算讲较保守啦。比较较保，毋是讲一定就是讲比较较保守，较传统。求稳定。求稳定，这是因上大的，即嘛因为政情因知影嘛吼。求稳定的即个心理压力的状况下，其实自民党内就是因日本社会缩影啦。你若看会到即点的时阵，是安怎讲？一开始，迄小泉的声势足好的哦，但是。开始9月12号起跑以后，你看伊的13、14、15，一直到22日的即个民调，都一直落来，都一直退落来。像足趣味的高市都一直冲起来。这个消长就会当感觉出来，就是讲日本社会其实对小泉有期待啦，绝对有期待啦。但是是毋是因为有伤过少年的？那你小等你接班，反正伊即马就是拍知名度，后回伊接班的机会可能性颠倒足悬的。那像安尼，老师你敢有感觉讲，小泉其实是素兰小姐要出价，叫伊小等？我想，咱来看这个重点嘛吼，其实派上重要嘛。第二就是财团，
因为选举爱有财团嘛吼，金主嘛。第三是美国因素，美国因素。哦，像那迄个高市会个买手会用亮起来，就是因为即马我看伊是上听美地国的话，缘政治，伊是上硬啦右派，伊上硬斗的，所以上听美国的话，所以美国有因素伫的。但是伊第二点高市不利因素是讲，金团联可能袂支持，因为金团联是要甲中国做生意的，你不过将硬斗要变哪做生意？吼，所以看来看去呢，伊其实各有千秋，各有特色啦。所以我有来参加这节目，我嘛是敲电话去自民党本部问啊，问你有问到伊本人，毋是无，我是问其他的好啊，吼，其他遐官员啦，伊讲真伊嘛无啥啥，哦，无啥啥，因为是安怎呢？因为这民调啊一个部分啦，民调一般做民调，啥叫民调？就是做规个做全民性的啦，嘿，啊，因为这选举也毋是跟毋是本人咧选啊，对啊甲台湾无共款啊。台湾是总统伫选，伊毋是，伊是透过自民党的人家己咧选啊，你啊，咧选，所以呢，我看即9个人吼，其实若要其实拢有机会啊，拢有机会。我看但是上计就是按所所讲到即三个，嘿，是靠机会。只是讲，那即9个老师，你主人，跳云豹，你甲算起来安怎？我来算算诶，伊虽然咱你讲诶，这连自民党讲袂清楚嘛，歹讲啊。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啦吼。当然政府唔好地步啊。我是讲我个人想法是想讲，其实真得爱看哦，我看是小众。齐老师安尼听起来，哦，日本有可能出现一个女首相哦。是啊，对，但是这女首相的问题，日本人我想迄个诺萨基上，伊上清楚，其实日本女性的参政。其实真总啊强啊才10%，特别讲真女性要全面去去有一个机会，对，再选举，所以女性是伊上大的一个高市来讲，开障碍。第二点，军团联冇意见啦，第三就是讲，因为当然是伊是安倍挺的安倍嘛过往啊，团结啊，对，伊嘛过往啊，所以算的真。有人正常有人咧听的，就是啥？前首相就是小泉，小泉三人咧听伊。第一个人就是因老爸啊，小泉纯一郎；第二就是菅义伟；第三就是农里桑，就是申喜郎。这三咧听。我感觉所以，因为会当进到第二轮的话，者就是有可能，伊就会出线。哦。因为第二轮是哪里讲的？就是368席，就是遐国会议员。各加47个地方，就是因的地方说，即都府的这个官员的当，一个行政区一个人，所以47，就是368加47多415票，所以小泉也会当拼甲第二轮，伊就有机会，所以按即马这个节目，因为是明仔较要选举，所以这节目其实嘛真大的风险，是咧算诱迷啊，诱迷，有当时啊。这选举也无一定啊。所以我开始讲又没猜啊，又没猜对啊，因为所以讲，因为这节目播出的时间也无啦，明仔载讲是袂较好。你放心啦，袂叫啦，袂强逼老师讲啦。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要安尼，我要来问罗沙基上，你认为，您认为这3位，或者是说没有，其实不像2位老师说的，后面几个也还蛮有看头的，你觉得呢？目前的报道来看，这个3位意外是没有可能性？哦，不可能有意外了。意外是我觉得是很难。哦，所以还是这3个。这个3个集中是2位是要进去第2轮的可能性很大。哦，那有可能有一个第1轮就再见了？第1轮是这个3位意外的6位是第1轮是再见是没做的，他们不会是有发现意外。那所以你觉得是石破茂会第一个先再见，还是高市早苗会先再见，还是小泉进次郎会再见，然后进到第2轮？这个很难说，因为目前是我每天看那个日本的新闻，然后是我其实。这礼拜是我在东京，问过很多是媒体人，还是政治人物，还是
都是他们是多数这次的自民党的总裁选举，真的现在很难预测。那个3位是有谁去第2轮，非常是有经验的媒体人也是都不懂。那所以是现在这个3位级就是谁要进第2轮，我觉得是真的很难。但是今天的新闻来说，小泉是可能是现在是第3名的可能性比较大。哦，这种新闻是比较多，但是还是明天是下午3点半才会知道结果。Miyazakiさん哈，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讲过，就是说，其实他们的这国会议员里头，参议员跟众议员的立场、想法还不太一样。你可不可以讲给我们观众朋友听？哦，对，他们是其实有日本自民党的国会议员他们是最重要是什么？自己的选举谁有利的。那众议员的他们是想要马上解散，马上选举，那可能是自己趁这个时候热。对，现在是热闹，还是有民调高的时候解散选举，那他们是有可能是当选的，会回国会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另外是参议员的角度来说，他们的选举是明年7月，那明年1月开始国会的讨论，那所以说明年7月的选举跟众议员要求的现在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就变数会越来越多，而且是明年1月的国会，那个时候要是跟野党面对野党讨论。那这个礼拜是日本的第一大的野党，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决定了。那新的代表是他的那个论述能力、经验非常丰富，很强了，很强。他是有讨论性非常厉害的。那所以是小泉的那个评价为什么越来越低？就是大家很担心他会不会通过国会，到时候跟2个一对，马上就下风了。可能是被野党的代表的讨论是输的。那当然，这样参议员的角度来说，7月的选举那怎么办？那然后是其实参议员以外是明年是7月有另外的一个大的选举，是东京都议会议员的选举。那东京都议员是每次受到是那个国会议员的影响。那自民党那他们也想要当选，那东京都的议员们也是他们是有地方派的票，是考虑是谁的民调受到。所以东京都的大概可以掌握多少的党员？就是他们有几个党员代表在这368票里头。那当然是那个党员的那个人数来说，东京是大都市的。所以大都市的话人比较多，人比较多。那所以大都市的那个还是有日本的不是大都市的党员，他们的想法还是不同。但是大都会，比如说东京的党员，当然是考量明年7月的选举。那参议员跟东京都议员的选举。这样听起来每一个人想的都不太一样呢。所以是其实有很多角度要看，很多角度。那众议员的角度、参议员的角度，还是地方议员的角度，那还有是当然是国家的政策，未来还是自己的政治的想法谁接近，就很多地方要考量。但是还是政治人物的角度来说，最重要是谁总裁自己会当选，这个角度很重要。是啊，那。胡局长说啥？你自己感觉呢？其实这边的选举内底我先讲一个重点。他拄啊，陈老师讲的讲经团联这部分，我一定要做一个修正。安怎讲修正？因为这3个人内底，招破、高市甲小泉，这3个人真正会当提出经济政策的人，其实敢若高市。所以咧，即马伫日本国内，对于就是讲这个企业界内底。对高市的这个经济这个看法，咱即摆的迄个样貌会再出来者吼，就是讲即摆高市内底，你看
伊内底伊是继续啥？继续安倍晋三的安倍经济学。你注意看，其他两位经济拢无讲到哦，拢无讲到。即摆对日本来讲，经济确实一个合作，咱讲的重中之重。所以讲是安怎讲？即摆日本的这包括咱台湾的经济界，我头拄啊，较去一个迄落金融机关吼去开会开转来，伊甲问我一个问题，伊讲，就我问你，高市会动算也袂动算？我讲是安那？我讲伊就讲，阮敢若缀到高市安怎讲？高市啊，伊会过时阵，对于日票，甲对于日本的股市，其实是一个上平稳的一个行法。所以这对高市来讲，这是一个为什么动员票会甲冲起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重点。那他拄啊，罗萨基上讲一个重点嘛，有讲到，讲啊啦，每一个人，伊咱即摆讲的，这三个人会进入讲第二轮，第一轮内底，咱即摆赢无少出来者，剩的6个人，6个人内底吼，我甲各位讲。这个叫做上川洋子啦吼，上川这个人，伊真趣味哦，伊是甲尾啊叽哩叽哩，差不多要卖付啊，就造出来，伊甲造出来讲我20个我对啊，是安那？因为你注意看，伊甲迄个咱讲的这个，咱顶一厝都无这个人，对，啊甲林芳正，因两个是安那？因什么派？岸田派，派出来乱的。我老实讲，因两个派出来乱的。啊，结果咧，即马茂木敏充甲迄个，你看甲伊甲加藤胜信，因两个拢茂木派的。派阀内底安怎是安怎会派2个人出来？咱有去想我这个问题无？因真正毋是要来选举，因要做代志，讲将来选出这个总裁的时阵，我有法度分一个职位来对无？对。所以咱即摆讨论是安怎讲？爱讨论就讲，即摆选这3个内底票安怎留？我甲各位讲，假使啊，即摆进入第2轮的时阵，第一个小林英姿的票绝对留去高市内底。安怎讲？伊是保守派。吼啊！第2轮就是迄个第2轮的时阵，上川甲迄个林芳正的票留去倒位去。岸田即马伊是靠我迄个小泉郭一之米，嘛毋是伊是靠我石破，伊会我石破这票嘛，嘿，伊会我石破对。啊，即马就是茂木，伊有已经讲啊，伊也万一啊茂木派，伊也无选你第2轮的时阵，茂木的票会留去石破迄边。哎呦，伊会留去石破迄边。啊，所以即马就是啊，所以过去就无啊啦，无啊，加藤胜信的票。加藤胜信的票会有可能会留去迄个高市迄边去，所以高市即马内底各位头拄仔一直拢无讲到一个，咱有讲的好造王者。其实日本这边的选举内底有2个造王者，一个好啥物名，一个好做麻生太郎，搁另外一位好做菅义伟。头拄仔陈老师有讲过，菅义伟这2个即马是王生变生啊。因即马看向的票较悬，所以麻生太郎你有看现对无？迄个河野太郎，伊本身伊是麻生派，但是麻生太郎到目前为止拢无讲我支持河野太郎，拢无讲。但是有趣味的是安那？昨甲今日2个人去找麻生太郎，你知影当2个人无？一个高市，一个叫做小泉。因为讲拜托诶，麻生爷啊帮忙啦，你票留一寡互我啦。因为麻生太郎讲一句话啊，伊讲我进入第1轮恁开放，恁要投啥人恁随在恁，但是第2轮的时阵听我的。安尼意思有明显啦。啊，麻生伊是安那？伊是九州的财团出来的人。即马财团要行啥物人？其实就是保守派。而且为什么即个高市伊会使起来？其实甲美国无关系，因为中国即当阵啊，伊迄个深圳即个囡仔的代志，其实日本人内底心内底已经100火，已经强要放出来啊！啊，迄当阵啊，高市是保守派，伊讲一句话。今仔日我也当选首相，我甲你讲，我绝对去靖国神社参拜。啊，你即马你也是自民党的保守派，你要投啥？我讲一句较歹听的，岸田文雄做首相3党内底，无一届去，毋敢去过，毋捌去过。所以讲对保守派来讲，保守派其实已经规北都会啊，你知影？规北都会啊，佫刷来安那？岸田文雄伊讲改选即个派阀，改选派阀，结果派阀真正改出来，敢若2个，就是伊这岸田派佫另外一个，啊，其他讲我要解散，但是没有递出申请，迄个表无递出去，你知影？所以讲，即摆讲大家讲啊，我即摆说政策研讨会，这是重点。咱只话都讲倒转来，万一啦小泉甲迄个石破两个拼的时阵，小泉有可能会赢。为什么？石破伊伫日本迄个自民党内底党员票其实无遮尔悬，但是咧小泉伊会赢，干那一个原因，头拄仔罗沙基上讲的，众议员的选举绝对要赢，因为即个红仔头新鲜水少年，所以伊通出来时阵，我众议员通行，但是重点嘛是讲伊出来了后。罗达桑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迄个第一大党的野党。你知影罗达桑伊在对手是啥？你知道？
安倍。安倍啊，因两个真正迄当阵啊，安倍是足精彩的呢。安倍在野党，罗大桑是迄个执政党的时阵，伊安倍甲问讲，你有要改选国会无？伊讲我要改选，迄个安倍甲讲一句话，真诶好是安尼好，是安尼好，是安尼好，你通去叫这个物件来看。所以讲，因两个迄个党啊，那个我们在讲政策辩论啊，足强诶，小泉无法度，因为咱讲，这几个9个内底有5个东大诶。啊，够钱诶！小泉吼，其实伊学历无遮尔悬，伊无遮尔悬。虽然你莫讲我讲伊高大，我嘛高大啊，但是我必须讲，真正伊无遮尔厉害。啊，这种小泉内底，伊是北岛内底无啥物件。啊，因为无啥物，大家拢甲看甲衰。因为无啥物物件啊，这是重点。而且伊即摆选举，伊请的这个选举的选举团队，毋是真正做政治的选举团队，普通的 PR 迄个 PR 路的迄个介绍。所以讲，伊迄当阵啊，有迄边伊伫迄落开伊宣布参选的时阵，毋是个记者讲，甲伊讲，你安尼头壳无好，安怎的？其实后壁有人传说，这我讲的这是传说，这本来是拢套好的招，已经套好的招，因为人等下知影讲，一定要讲你讲话袂晓啦，你袂使啊。其实咱即摆看小泉的经历，伊敢若做过一任的大臣，好啥物大臣？环境大臣。对日本的首相来讲，你今仔日内政外交，你也无去总行过，其实你的经历无够，你无法度去驶这台大台车啦。但就你讲的，这拢是内行人咧分析哦。是，但是你若是一般的这个党员，伊敢会分析个看较济？所以党员其实党员伊真正伊看到的物件，就讲你的政策讲出来是对啊，毋对嘛？哈，你对我是毋是有效嘛？第二个就是头拄仔讲的。确实啊，小泉伊真正是真正运也好，做工啊有必要。伊即边当首相，真正7月伊稳落来。为虾米？伊绝对伫迄个国会内底表现无法度的时阵，参议员选举，自民党绝对输的时阵，这个政权就去无去。所以这就是看衰去。没有，这就是罗萨基上头拄仔讲的，参议员伊会惊这点嘛，所以讲参议员伊会投票互伊无，真歹讲。哇，安尼徐老师，你安尼看，安尼这个小泉了，毋就真正最佳的陪榜诶。我会当接迄个负责老师拄仔讲的哦，参议员吼，确实这是足大题，咱拢袂记得一个人，四根红尘呐。四根是参议员自民党的总干事啦。顶届科比忽一个毋对，人毋对，伊当作是。那四根伊是甲四根见面，伊是参议院内底的总干事嘿。虽然伊即摆算退党吼，但是伊是本来是改选了5人众的内底一个头人啦。就是安倍派内底5个人内底一个头人啦。伊还阁有迄个影响力。对，所以头拄我即摆接到拄啊，负责老师讲的，无毋对，因为自民党内底的这个迄个总裁选举是国会参众两院拢有哦，所以参议员的票嘛足重要的，参议员的票是明年要选，伊若看到这种状况，可能会选边站啦，伊知影啦吼，所以日本人总是安尼啦。伊的性格比较保守，我必须是安尼讲啦吼。咱惊，我现在无就是行稳定啦，行稳定的路线。即马若行稳定路线，但是因为国际关系已经来挑战日本，譬如讲前2天迄个清纯的，清纯的，然后中国拄啊抬着一个10岁囡仔，这老实讲啦，你若对日本来讲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啦吼。问题是，日本社会其实在安倍时代甲即马，你甲看伊的民调，对中国的迄个不友好感其实是80%以上的，迄是偌悬的。你若行迄路，日本路的，你若讲到中文吼，可能日本人的迄个都毋捌的就对啦，伊可能就甲你小侧脸啊是安怎吼，伊就互你一个面相，也是拢有可能出现。我即摆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讲，即马总裁选举。会影响到未来日本对着国际关系譬如讲最近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啊，飞行机啊，挑低讲射对伊的迄个主权领空内底，前2天迄个俄罗斯嘛，甲伊射内底，这其实就是咧测啦，测讲你即马
自民党咧选举吼，你权力等于就是真空的状况下啦吼啊，即马现任的岸田文雄，伊其实是算讲上尾啊，甲9月底一礼拜就结束啊，看守吼，但是有一个足趣味的，今仔日的新闻吼，伊个读卖新闻出来，岸田文雄派战后1954年7月1号自卫队成立以后，到即马第一届吼海上自卫队的即个军舰吼，出巡，嘿，来，没佫毋是对北平行到南平，通过台湾海峡，吼，咱睇新闻，这通过台湾海峡这个代志是日本自卫队伊头一届啦，吼，啊，岸田文雄是安怎？伊上尾已经要落任进前，会当讲伊想要表现一个讲，我对中国甲你讲，你若佫继续这种等于啦吼，我用引号啦吼，等于亲门大户的这种做法，我日本嘛应该要有一个回应。其实伊这个回应就是做互中国看，伊嘛做互俄罗斯看。但是嘛做好要来接手的人看。要做互接手的人看啊，所以这对着后壁，这可能咱咧讲吼，这头前3名未来要接手的人，你就变做讲对着中国的态度，你若无踏着这条线落去，有可能后摆你伫国际上，袂稳啊。你也袂稳。啊，袂稳的时阵，咱莫讲吼，安倍第一任的时阵，因后壁自民党。每一年换一个啦，吼，迄种足惨的啊，所以日本自民党也是讲日本社会其实对着这拢足敏感的，足敏感的啊，所以因当然嘛是希望讲会当选出着一个未来会当带领啊，头拄嘛讲着，其实美国嘛会当放心啦，莫讲控制啦吼，因本地都有日美同盟啦吼，啊因日美在同盟的这个状况下，本来就是美国安怎行，日本就是安怎行嘛吼。但是咱知影讲，中国即马已经甲伊挑战美国的霸权主义吼，啊，所以美国嘛动伊袂调嘛，伊只好甲日本即个角色，规个拢压起来，嘿，啊，伊自即个安倍在7年8个月，一直甲迄个呐，岸田迄个岸田文雄吼，2022年12月16号，伊修订3大安保文件。这3大安保文件毋是普通的哦，伊第一个就甲你讲，我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提醒，中国已经是伊个战略威胁即个位置，吼，啊，伊的反击能力嘛毋是普通的哦，伊反击能力的意思就是讲，即马吼，古早是讲我若受到攻击的时阵，我才反击哦，伊即马毋是哦，伊即马来讲，我若感觉讲你有一种迄个不谋吼，企图当然军事设施啦吼，那伊就有可能会当。先打一步，这种叫做先发制人，但是伊是算讲反击。啊，第三个，伊即马咱知影，伊的防卫经费，从2023年到2027年增加1%啦吼。即马讲1%，那感觉无啥吼。伊本地1%的时阵，就差不多5条的迄个台票啦，吼。啊，即马若搁增加1%，到2027年增加2%，等于10条台票，那一票就43条。这个5条台票就会当饲一支遮强大的咧，咱咧讲。这是前所未有呢。啊，对，就是安尼。啊，是安怎？日本会当做甲这代志？当然，美国开绿灯啊，美国后壁开绿灯的时阵，伊就是咧甲你讲，你日本，你就是爱甲我换。所以安尼听起来，美国因素像头拄陈老师讲的，那影响真大呢吼。是。但是美国对着这个。自民党，但是党内的选举，伊敢有通手伸入去内面，还是讲无啦？伊干野旗军啊，讲好，你加油啊！尔，敢有法度讲伊来左右讲，无，恁着爱斗即个歌词较听吼，所以你爱斗歌词，敢会遮明显着？哦，我来讲一个例啊吼，当这是安倍首相哦，伫即个2022年。哦，12月份伫迄个阮的国策院伫演讲时阵，伊就讲一句台湾优势，就是日本优势，就是美日同盟优势。伊即个报告尾去，阮就了解讲，伊有去美国同意，后一个安倍伊落来首相，伊毋敢讲即个代志。我就用这个来讲啊，足重要的代志，就美国爱同意。
哦，这是我要大家讲这个例，证明讲即届嘛有美国因素伫诶。第二点，谈到迄个负责桥，这个负责桥，伊有讲到迄个，伊有讲到高市伊用经济问题啊。只是伊即马是做啥叫经济安保大臣，就是安那，伊咧配合美国，要对中国就是去中化，要韧性化，对吧？伊尾出来要将所有伊的科技要甲美国甲中国脱钩，即种集团可能袂同意。第二点。你讲伊是推安倍经济学，安倍是失败，无用认同，所以毋看尾手，你看伊安倍落就是因经济歹落来嘛，伊这个尾手除头到尾就是一个空的，就是毋是讲这个政策是好，只是讲伊迄个因素有伊的情就无法度啊，所以即摆迄个岸田其实出来嘛推的路线，结果嘛做袂起来，好，这是我第二点要讲的。第三就是讲，这个选举其实美国因素是真正重要。所以高市早苗，伊来当选就是因为美国因素，哦，美国因素上大，因为啥？那你讲迄个，谈那徐老师无讲一句话，伊这国安三法，他讲这是国安三法所讲的，表示讲伊向中国列为上大的挑战。第二就是讲，伊也具有反击的能力。第三就是伊的军费，哦，就是讲要提高到，那你讲5年43条，哦，一票，好，所以这是拢美国。迄个指导棋，所以我定讲一个笑话，讲其实美国要叫日本跳，日本袂讲啊，我想要跳，伊会讲啊要跳偌悬，你较会爽。吼，所以讲这个部分，我想，你较歹势就是安尼讲，就讲，所以你看日本真重要，就讲不管伊的外交政策，还是伊的国防政策，拢是第一点就是强化美日同盟。美日伊啥拢是讲美日同盟。像呐，伊甲美国上重要。你看这美国要做什么代志，日本要做什么代志，不管伊的国防、伊的经济嘛，需要美国。但是老师，安尼真简单啊，大家就即几年就知影讲，美国人支持的，就是可能较会当选。啊，我就来比啊，我小泉我也讲，我也要甲高市共款，要真强硬啊，这个石破嘛是安尼啊。是，即摆美国来看因这3号选人是安尼看吼，因为小泉是看是较稳健啦。较稳健，较稳健嘛。你看伊嘛是用伊要是，伊嘛讲到经济啊，伊嘛讲啊，伊这部分有讲。啊，第二是讲高市是咪？伊就感觉较右派较强硬吼，较配合美国路线。啊，石破其实美国对伊嘛有一个戒心啦，因为毕竟当初是伊嘛，那你讲的食白我白，食母我母。哦，啊，种有着选举，可能伊即摆对中国很硬斗，只是讲进美国来看，你看像进岸田搁伫美国，即几单可能有较悔改啊，石破啦，对啊，石破可能较悔改，所以来台湾，那你讲人互美国看，我是讲人互美国看，啊，其实嘛有台湾敢讲嘛真欢喜讲有支持，但是我讲是嘛要肯定伊即个选敢做，其他人敢来，敢来哦，你有想这问题？对吧？伊用行动表示讲伊嘛支持台湾，支持美国。就像我最近，是表示伊的决心吗？就像我最近写一本册，就是讲迄叫做美中印太战略下的台日关系。其实台日关系从头到尾成真较好，就是因为美国的原因素。啊，本来伫遐想咱台湾甲日本哪种遮好，是爱断交，就是因为美国的因素。啊，即摆搁遮好嘛，是因为美国的因素。所以为宏观甲微观来看，拢是美国因素上大。所以我感觉。我看即摆报纸咧报吼，其实拢足少讲到美国因素。我是要提讲，美国其实伫即个选举内底，伊嘛有角色，而且角色非常的重要。是，那么努萨基上哈，刚刚陈老师有说到哈，这个我不因为是台语，我大概再用华语再讲一次哈，就是说，如果美国人要日本政府跳，那么日本政府会问说要跳过多高，而不是说不跳。是这个样子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在这个选举当中，我刚刚的问题是，这3位领先群的候选人，其实某种程度像石破茂，他来到台湾，他也非常表达非常强硬的态度了。那么这在美国人来看，啊，3个好像都长得一样啊，有没有实质的不一样？其实当然，日本是有。独立的国家是美国休闲嘛，还是有日本的自己的考虑，就有考虑。那当然是所以历史上是美国跟日本是经济方面是对立
利息也很多。那什么美国说什么都是日本愿意听，不一定。那所以说，那个美国的想法看法是很重要，有参考，因为同盟关系，那所以，但是还是最后的决定是由日本，那日本是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因为美国跟日本是地球的那个地点也不一样，日本是亚洲的国家，旁边是有中国，上面是俄罗斯。下面是北朝鲜，美国是都很远，但是美国说什么还是日本还是考量日本的立场。那会另外是第二个问题是有那个三位对美国的政策，还是他们三位的方位的政策哪里不一样？当然是很清楚不一样，非常不一样。那譬如说，即小权的部分。我坦白讲，看不出来他的想法。那他的那个外交，还有美国还是亚太的安全，他的政策是真的看不出来。他会说我还没写完。但是我相信，如果他当选的话，可能是他是有跟继续安田的方向做，没有是特别的改变，很清楚。那喜波猫是有他是方位方面是自己的想法。还有自己的政策很清楚，那他是过去到现在，他的想法是很简单，和平，维持和平，怎么做维持的和平？那所以他是有来台湾是有讲过很多强烈的，当然是他的决心，在亚洲绝对不要发生战争是他的责任，这个是因为是对日本保护日本的国民来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所以他是一定要是保护，我相信是保护是台湾，还是那然后是另外的高息的部分是，其实我听说是美国也是比较担心他，比较担心他，因为是他跟是安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安倍是其实有很多有平衡的，他是担任首相的时候，那对中国是那么强烈吗？是不是？安倍是有非常看全市的状况，他是会弹性的改变。那是高市是现在是有，大家是越来越是大家是比较在意的部分是他的政见里面是一个是他是每年一定要具有那个精神政策，经过建设，是经过建设。那这个是他的很大的政见，而且他的支持者也是需要。那但是。韩国、中国绝对不接受，绝对不接受。那所以是那个，而且是韩国的，现在是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就是韩国的总统是很努力的。董事长可以讲，这个政见在选举的时候是票房毒药呢，还是票房灵丹啊？那他是他的那个怎么讲？铁板的票源铁粉一定要修出来，不然是铁粉不见了。那所以他的那个铁粉一定要拿到铁粉的支持，那所以一定要修出来。但是韩国的日韩关系可能是现在越来越好的，是可能是被破坏。那还有中国也是刺激，那所以说他的那个对中国强烈的态度，也是那个方位的角度来说也是好，但是也是有些危险性。那所以越来越是有，最近是新闻上也是日本的新闻上也是很多出来，是他是对是有中国对韩国还是对亚洲，是可能是有不需要的刺激是比较多。是。那所以是那有些人是有开始担心说这个问题。那这个三位是所以很清楚他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是。那么就你给咱讲看卖就是讲。他这三位已经讲到讲美国的因素在这个影响但是美国因素其实上后尾嘛是影响到因会对台湾的因素。是。但这三位不管是谁当选，咱甲咱台湾的关系敢有变动，还是讲会较加强，敢有？基本上，日本伊的外交政策内底，这三位的外交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应该是讲演算，就是为安倍落来。甲菅义伟、甲岸田文雄，
规个落来这政策袂有伤大的变化，这是第一点。而且即马呢，其实是全世界，咱讲的就是讲，遐霸权国家，咱咧讲的中国、俄罗斯、甲美国、甲日本、欧洲这些国家是对立的这个状况的时阵，其实日本是徛在咱的算讲是美国这边的时阵，这个对台湾的政策是绝对是无可能讲有伤大的变化，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安怎讲？其实他在诺萨基上提起一个真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讲。高市伊高市上大的问题是伫倒位？伊有当时啊讲话会惊讲伤过冲动，足险的。嘿，你想看卖安倍迄当阵啊，伊做首相的时阵，伊请啥人做官房长官？菅义伟。其实菅义伟甲伊的看法其实是两边无共款的哦。一个是咱讲的，这是敢若汽车油门，一个是动啊。一个 break 对，但是即摆说来就是讲啊，确实啊，高市动算的时阵，啥人下做伊的 break。伊有即个度量通去接受这 break， 这是一个重点。吼，所以讲，但是政策内底对台湾政策内底未有伤大的变化，这是重点。但是咱即摆讲的招破，我个人是上担心伊的，因为伊这人讲实在话，伊就是变来变去啊。有当时啊，就看倒位好，倒位变啊。所以这个人吼，老实讲，伊变数上大。罗萨基上咧剃头对，啊，你若讲小泉甲高市这两个，我拢感觉 OK。安怎讲？因为小泉伊内底就无物件嘛，上透明的水，你下啥物就是啥物色。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讲小泉伊的变化袂伤大，啊高市伊只要有一个 break， 伊的内底有 break 通啊动。其实对台湾的关系会当安尼保持落去，上危险的老实讲，敢招破呢？招破。齐老师，你有认同这个讲法？是啦，无毋对。即届你看招破，伊顶个月8月12甲14拄啊走来台湾嘛吼，啊，第一迄个14号要登日本进前，伊拄啊毋是讲我宣布要参选，伊宣布参选其实做互台湾社会看的啦。伊毋是讲几号8月底，还是当时伊则提出，才去提出，伊则提出20个推荐人，伊当阵就是无，还未提好，还未收集好。但是重点我拄仔要讲哦，即马即届的即个首相哦，上重要的是伊会面对着3年后的2027年。中共毋是讲2027攻台即个讲法，吼啊，所以你看美国的印太司令部伊嘛讲哦，伊讲中共有可能2027哦，所以因即马所有的做法，拢针对着2027落去做。你看日本的迄个防卫经费，伊嘛是这5年甲2027两条，是安怎早五当前对即个时阵，其实美国聊聊啊日本，你无论如何你经费你都要甲我倾出来就对啊，一定有沟通过，所以这个日本甲美国的这个同盟的关系，袂当因为讲即马中国的霸权出来，所以影响到。若是万不利，袂使讲万不利啦，若是招破若当选，这项代志敢有改变？即马真歹讲，是因为头拄啊，3位老师嘛讲着讲，伊这个人变来变去，所以伊颠倒伊的不确定因素更较大。哦，啊，那要安尼讲，你看美国的立场，一定想讲，我即个人我会当沟通，会当合作，莫讲控制啦。内底像可能性较悬，当然高市甲小泉因为则较有可能啦。啊，但是若要对着讲日本的即个尊严甲立场来讲，有法度对抗着中国的即个足严肃的即个话题的时阵，我是感觉高市即个时阵是可能性较悬啦。啊，因为这嘛要对着讲日本社会对伊的期待啦。啊，因为日本社会即马咱知影对中国的迄种反感度足悬的嘛。啊，所以这安尼有可能是毋是变做讲后回明仔吼，变做支持伊的一个无形的力量。哦，这我是无法度讲预测啦。我已经不到24点钟啊嘞，谭老师。对啊，其实作为3个老师所讲的，拢真有道理啊。我是感觉讲，即届若真正招破伊来当选呢，当然伊应该爱做，伊会做较够。只是讲美国人控制会当控制伊，我感美国会当控制伊，是安怎？因为那是讲有美日同盟伫遐，哦，这是绝对无。结构性的啦。嘿，这结构性你无法当去改变，哦，啥物人做共款，哦，我想足侪例，伊若要较。就即马有一本册叫做《迄个战后的美日同盟的真相》啊，这是那个孙其祥所写的哈。
这日本最有名一个外交官所写的。伊讲哦，战后日本干那有两派，一派是水美，就是自主，但是自主无久就用硬掉呀，用硬掉呀。你会记2009年到2012年是，迄是第民主党来执政，但是呢，啊，就你拢要自主啊，叫做硬掉，因为买手到迄2012年的时阵，就搁安倍就搁来哦，真能搁执政。所以呢，我想我今日伫这节目特别强调讲美国因素安怎在考虑着，所以我嘛希望讲，即届若选举了后，我想哦，我嘛写一个评论，我嘛写讲，因为不管上当选，其实拢就像迄个孙悟空，你嘛难逃。迄个如来不能就是秋江心，对对，这是上好的一个迄落啊。啊，所以坦白讲，美国挑起这是孙启祥讲的，啊，但是嘛真有道理啊。当然我认同这个问题啊。是安那？因为虽然日本是正常国家，而且日本的利益无代表美国利益，但是无法度啊，这叫时势比人强啊。某种程度，台湾嘛是在这个行列内面嘛，吼。但是我要来问哦，罗萨基上吼。你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不管是谁当选自民党的总裁，谁日后当日本的首相，你对台日关系的这个想法预测？我觉得是这个3位是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大的改变，那所以是这个3位是有谁当选，其实对台湾的影响是没有那么太大的。那会有加强的，如果会关系会更加强更好，您认为？3位是都是3位是都是会加强的。比如说现在是有日本是很需要是台湾的半导体，那经济的合作也是很重要。那所以是这个方面的那个合作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进步。那所以说，谁担任首相，还是有台湾是对日本来说很重要的 partner。那所以是谁担任首相，是对台湾的政策是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是都是要加强，而且日本国民也是有对台湾的好感度很高。那这就是有民意来说，日本首相当然是不会突然去改变台湾的政策，是，所以安心。其实吼，即马谁人当选？这样代志，其实咱头拄仔拢讲过吼，就是讲这3个当选，其实对台湾甲日本的关系袂有伤大影响。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这样代志讲，咱家己要反倒来倒来想，啊，咱家己做了什么程度，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啊，我讲一个真大的问题，咱即马讲的吼，咱台湾派去日本的这个驻日的代表李阳先生，我老实讲，伊其实伊的幕僚啊，爱搁加强。吼，这样代志我绝对爱讲的，比如讲。李先生伊落飞行机的时阵，你为虾米好讲日语咧？吼，这点我是到目前我阁想无讲有虾米理由互伊来讲日语？因为安怎讲？第一个，台湾派去的大赛，你无一定爱讲日语，你讲中文嘛是会使哩啊，你讲华语嘛是会使哩啊。为虾米你要讲华语？你互讲一个无法度讲认真的日语，颠倒互人第一印象，毋是讲遮尔好，这是咱台湾一个真大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咱到目前为止，咱拢食李登辉先生的迄个算讲福报，但是咱刷来新的一代要安怎行？这是更较大的问题伫遮。但是咱台湾目前有去想遮无？台湾行政院想到，敢若想到罗萨基上找咱来做顾问，啊，其他的无啊。这是嘛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开始啦，是嘛？咱讲嘛是。